尼的連鎖醫學美容集團的邦橋分店逼出，將這攝影機當作是假作是火災偵測器佇咧偷翕。集團的總調尚如山是向依照妨害秘密的罪嫌拘提到案。最新的消息是，包含這尚如山伊的特助，也有監視器的廠商，攏已經去予檢方聲押。因為這個集團的總經理是以500萬交保。連鎖醫美集團安尼的發生疑似監控偷翕的證據，集團總裁尚如山牽涉妨害秘密等罪，隨落以被告身份拘提到案。同一天，檢警閣在搜查新北邦橋新莊永和南口4間分店，甲店長店員以證人的身份帶回證實。要拆掉是有接到誰的指示嗎？在搜索前拆掉？之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，會不會擔心自己也被拍到啊？業者第一時間聲明講，監視設備是為了確保醫療品質，維護藥品甲器材安全，絕對無侵害消費者個人的隱私。我衛生部醫術司表示講，錄影愛雙方同意，若無相關，會當罰新台幣25萬。各地衛生局嘛陸續發動稽查。台南3間分店目前無查到明顯違規。竹北分店雖然2間治療室有設監視錄影設備，不過有打錄影廣告，無發現偷翕的裝置。台中2間分店的資訊室、針劑室甲診療室才區域有監視設備甲煙霧偵測器。本局已完成轄內2處診所稽查，煙霧偵測器是否暗藏錄影設備，疑涉妨礙秘密罪刑責，將主動移送檢調單位追查釐清。如果已經涉及到更衣、體雕、診療等高度私密空間的狀況的話，那就是會比較嚴重。那如果未來有確認影像外流的話，賠償的金額會再大幅的提高。總之，目前狀況是不排除提高。真濟消費者除了要求退費，馬祖自救會成員有成百個，要求安慰金頂民事損害賠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